好多胃病嘅病人最中意睇完症之後就問一句：陳醫師，我想養翻好我個脾胃啊，平時可以食啲咩啊？喺中醫嘅角度，最推薦就係小米粥，因為佢容易消化啦，又健脾胃啦，仲可以促進我哋嘅腸道蠕動。另外就係蓮藕粉，蓮藕粉就適合一啲脾胃虛弱嘅人食，佢可以增強我哋嘅免疫力，仲有一個止血嘅作用，所以對於胃出血啊、胃潰瘍啊，直情係有輔助性嘅治療。另外仲有佛手瓜，佛手瓜就係可以健脾消滯，幫助我哋消化。但係如果佢係由情緒壓力好大，或者係平時好容易緊張而引起嘅胃唔舒服，例如胃抽筋啊，就最推薦就飲玫瑰花啦，因為玫瑰花佢可以舒緩我哋嘅胃部唔舒服，同時亦都可以保護我哋嘅胃黏膜，減少發炎。